靠耶和华来行好，踮伫即个土地，用诚实做美娘，就掠耶和华做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就将你的代志交代耶和华，搁倚靠伊，伊要互伊成，伊要互你的义发出，亲像光，你的判断亲像中昼的光。这时，请咱起来做伙来念圣诗27首，上帝做阮代代帮赞，请起立。这时，请咱同心来献上感恩的祈祷。早伫地，现今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宇宙万物的创造主，你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万项的受造物当中，独独互阮人拥有你的形象，佮使阮比天使较微小一点点仔的位格，使互伊荣耀甲尊贵做伊的冠冕。你也定着伊伫世间有限的年日，但是却互伊享受管理你无限美妙创造的世界。伫天父未测度的旨意当中，阮确信人是蒙福的。伫新春的安息日，阮为三甲主日，伫遮尔舒适的圣殿做伙来敬拜阿罗尼，诚做阮以后日子中最大的祝福。伫即个万象更新的季节，除了孝顺早前你丰盛的恩典，阮满心感谢阿罗尼。阮也要再三来省察自己，是毋是将阮所得到的恩典看作拢是理所当然的吗？直到产生自我为中心的骄傲，成做阮追求人命的阻碍。才会求主怜悯，将敬虔的灵放伫阮的心中，免得阮来得罪你。天父上帝，你知阮软弱的罪性，当阮若得罪你的时，求你用无比的耐心甲疼心来引带阮，互阮无抵到伫罪的陷阱中来沉沦。借着基督宝血救赎，使阮机会来活倒转到你的身边，领受你所赐生育丰盛的福气。这时，阮政治路也要用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但拢变成新的。即节的经文来伫即个新的时代立志，做阮将来年日时刻的勉励。天父上帝，伫尼加书6章，你也已经指示阮，什么是好？你欢喜阮爱做的是什么？
是着独独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甲天平三同行。圣经以赛亚书30章18节，耶和华必然听候，要施恩互恁，必然兴起，要怜悯恁，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听候伊的，拢是有福的。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踮伫台湾，归属你国度的众百姓，为了台湾，阮拢要大声来宣告：阮要听候耶和华上帝。伊是阮唯一倚靠的救主甲仰望。恳求天父的国度降临，旨意直情伫台湾，享受福气，互听候你的众百姓。天父上帝，伫新春的假期的当中，阮有一个兄弟有出国旅游，求你保守因一路平安，也有身体欠安的，求你安慰医治，互因伫病的疗养当中得到你的祝福。特别阮也要为着阮教会现主时的主任牧师的人选，来提出向上帝来提出祈求。阮知双连教会是受你恩典节节的教会，100年来，阮有节节恩典，才有今仔日的规模。但是，过10档、20档、50档，阮依然要是安尼吗？难道咱无法度有迄个共同的心意，要甲双连教会即块福音的大饼，甲伊做较大地，互伊会当伫未来的50档甚至100档，是咱即仔的福音的广传的影响力会当要增加，搁较一倍。所以，阮需要有一个有眼光即个主任牧师来带领教会来下一个100档的即个宣教的目标来牧养。但是，阮犹原拢要听候耶和华你的有备。阮期待上帝会当听阮的祈祷，会当真紧的时间，互阮会当教会的主任牧师人选能得到。这是阮的祈祷。无够遐，阮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成，伫地亲像伫天。阮的一世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的赦免过阮的人，无伫互阮得罪，叫阮脱离歹。因为国权的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都是。阿门。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地甲世界你还未做成，你互人归土，因为在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伊亲像草，早起时无生，因为对你的受气就消灭，
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互我耶和华求你教示阮怎样算数家己的日子。耶和华要到几时呢？求你倒转。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照着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的所作对你的奴仆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一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这时，请咱起做来吟圣诗270首，诗曲我欠命主。
这时咱要来检讨上帝话，记载伫诗篇49篇10章15节，第10节，因为伊看见智慧人的死，智慧的人死，愚戆的人甲亲像精生迄款的人，也做一个啊灭无。留因的钱财互别人，11节，因心内想，因的厝要永远伫地。因徛起的所在要到万代，因用家己的名来命家己的地。12节，总是人踮伫尊贵的中间，袂久长，亲像会死的精生。13节，因行即个路是因的戆，总是因以后的人。还阁掠因的话得做。14节，因亲像羊群定着掉落阴间，死无要做因的牧者。到早起时，正直的人要管辖因，因的水要互阴间灭去，直到无徛起的所在。15节，独独上帝要赎回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官柄，因为伊要接纳我。今仔日杨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生命中上界公平的事，请咱自信来听。各位兄弟平安。今仔日要搭大家做伙来分享的主题是生命中上公平的事。伫新春的是，因为咱真正兄弟各一摆倒来到咱的中间，伫遮要各一摆，甲大家讲新年恭喜，愿新的一年上帝稳定加添，祝福加添，帮赞加添，引带加添，也互咱的灵命继续进步。互咱会当搁较认捌人生的意义，互搁较咱活出上帝所欢喜，咱活出的生命。咱一只搁一摆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宇宙的主宰。阮的生命伫你的手中，阮的生死伫你的手中。主，我要伫遮向你来献上感恩，因为生命对你守事。逐项也对你相似，主你互阮每一工伫生活内底会当活出你所定着的旨意，特别伫新的年头，互阮会当搁较思想信仰的意义，搁较知捌上帝所喜爱的事。伫遮我要做伙来听你所讲的话，也要来遵行你所命令阮的事。求你互阮气力甲智慧，行伫你所喜爱生命的道路。安尼祈求，安尼感恩上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好，咱今日要做伙来分享这个主题是生命中上公平的事。要对一个故事开始讲吼。咱知影伫旧年尾的时阵，有一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足重要的一个长辈安尼过身，伊的名叫做郑志玉牧师。咱若老一辈人看到这个志玉，就知影伊对倒位来。是对日本的总督叫做儿玉源太郎的名来，所以一个英雄崇拜的名字在他的年代的里面。这位老先生真正重要，因为伊是台湾翠青，咱常常拢甲昵称叫做台湾国歌的作者，伊嘛是白话字的真重要的倡导者，伊是教会历史的学者，我是通好讲我伫台南2年。教册甲生活中间，敢有真水的互相的互动。小可讲到迄个互动的故事吼，第一摆、搁一摆，甲伊较有深的接触，是伫黄武东牧师100周年的纪念会顶面。陈牧师对古早讲到现代，侃侃而谈，不需要讲稿，足清楚，头壳足清楚，80几岁人头足清楚。顺序来讲，真侪教会历史中间重要的故事，也伫遐讲到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重要的精神。伫遐开始，阮甲伊有足侪互动的机会。伫遐开始，阮发现一项足趣味的代志。
因为伊的办公室是伫中央中学内底一栋的即个建筑物内底。迄阵我两个囡仔拄啊伫迄个中央中学内底附设 YMCA 安亲班，2个小朋友拢伫遐是幼稚园甲小学年纪。所以每一摆阮5点外就甲囡仔2个调皮捣蛋的小男生接转去厝呢，也看到第2号牧师安做一个乖啊，但是足勇敢，脚步坚定，要转去到伊伫南城隔壁所住的所在。几若摆，阮就看见长辈伫遐行，安尼敢好势。虽然讲伊感觉伊有用啦，老大人感觉讲家己有用，但是咱总知影吼，迄个台南吼路足细条，然后车足济，阮讲哦，够危险的。迄若咧无拄好的时阵吼，安尼小回一下，代志就足大条。所以每一摆阮若有机会拄着伊，阮拢会甲招呼，然后就用车甲伊送转去伊所住的所在。因为这短可能10几分钟，每一工的接触，虽然短，但是有真侪机会甲伊互动，伫遐来讲故事，伫遐来真正有真深的感情的培养，甲伫遐学足侪代志。伫迄个2年的互动内底，学了足侪代志。我第一摆才知影讲白话字有足侪写法，也讲以前我甲你讲吼，你的名会当写即种写法。即种写法甲即种写法，你看倒一种签名较水，你就摕去用。哦，咱拢想讲白话字敢若一种写法，老先教甲咱讲几若讲，然后你若倒一款写了较水，签名较水，你就用迄来写。然后我见讲，伊就是一个足单纯，但是佫足文化感的一个长辈。我有一摆有机会带伊到伫伊改西装的所在，伊就足欢喜甲介绍讲，这是我同事的孙仔，同事的孙女。因为我阿公甲伊是伫南城的同事，拢伫黄宗义牧师的时代开始伫南城伫遐教册。伫遐内底嘛，看见因真侪真趣味台南人的气口。比如讲，阮就伫迄个万丹河的迄个水晶饺，迄是台南足有名的丹炉。啊，伫遐来送互伊，伊就足欢喜。迄个台南人特别的气口。上重要有一摆伫遐看见，伊甲阮分享一项代志，这项代志就重要。阮才知影讲，伊毋是干那是一个真古锥、真有文化、真有修养的老大人尔。伊讲到伊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个别上重要的起草者。咱的圣诗内底，迄个真水、真长、真完备的信用个别写起草的人是伊。因为阮就甲伊证实讲，阮逐摆读着即个信用个别，就发现讲，内底有即代上重要德国的神学家，就是莫特曼的神学伫内底。内底有真水，迄个黄芒的记号有无？伫遐黄芒神学的记号。伫遐咱就看见真水，迄个受顶十字架上帝的记号。伫遐看见啊，莫特曼的神学伫内底真正清楚。阮就甲即个起草者第一手会来分享，来甲问讲到底有无？有，阮就知真正迄代的台湾的神学家得到莫特曼真深的信用个别的真深的神学的影响。伫咱的信用个别内底，讲到信用个别，哇！题目书就足侪通讲的。伊讲吼，我甲你讲，其实内底有2字，毋是我写的。其实内底有2字是后壁甲填起哩。我足无爱这2字，迄2字是啥物？咱一定足袂当理解。伊讲内底讲到平等迄2字，毋是伊写的。咱较听要来讲，为虾物伊会讲到这？则停者，咱看正面迄个图，因为伫新村，所以要甲大家做欢喜的分享内底，就用伊最后互阮的 Christmas card。email 80几岁、90岁老大人，伊的 email 的 Christmas card， 这是伊最后的 Christmas card。因为伫2014年伊就过身，没有来得及互阮 Christmas card。这个 Christmas card 足特别的，5角的大卫之星内底有日文、有英文。有德文、有汉文甲白话字的组合，逐种拢无啥物共款，有无？看到大家拢无啥共款，不是重复的字眼。但看见一个早一辈信用前辈受用
学术伫内底，看起真水的祝福。我用即个 Christmas 卡，甲大家做伙做一个新年的祝福。愿意信用真水的卡只，诚做咱学习的对象。伊92岁的性命，也诚做咱真好的模样。这是一个真水最后 Christmas 卡。你若有兴趣会当甲我讨，我就依互你，诚做咱每一个人的纪念。因为伊无搁互咱另外一个啊，伊等于上帝遐。好，讲到信用个别足趣味讲吼，其实吼人啦，出世拢无平等啦。你看，有的人有甘一个汤匙出身，对；有的人汤匙甲猪拢无，汤匙佫分几啊种，有的人是银的，有的人是铜的。有的人是孔金佮包银的，敢毋是？有的人较聪明，有的人较老实。咱无讲人戆吼，讲人老实。有的人，咱嘛无讲人工巧，咱讲人有智慧。所以，大家人拢无共款，那会讲人生而平等。所以咱就看即个最后一段，信用告别安那写，伊讲，所以人就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然后迄两字平等是红字吼，但是牧师讲应该甲划掉。伫基督正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正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但是牧师讲，其实人上重要对真理、对信仰、对上帝要得到的是自由，毋是平等。因为无人会真正平等，无人会真正平等，啥物拢共款，迄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是咱若伫信仰内底、伫真理内底得到自由，咱的人生就活伫无共款的境界内底。当咱渐渐伫人事成长，咱有当时啊，歹势讲出来，因为这是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但是咱心内未免会小可暗暗的想，咱常常会暗暗来赞同地牧师所讲的。咱会疑问讲，犹豫讲，生命内底敢真正有平等？生命内底敢真正有平等？好，若是有啦，咱小停一下，是虾米款的平等？即款的平等对咱的生命有啥物意义？那对即个角度来问生命的代志，咱就当转去到今仔日所读诗篇49篇。今仔日诗篇49篇，我所选的是上看无迄5节，因为为11节讲到第10节讲到第15节的时阵，拄啊切伫上中，顶面有一个前言，后壁有一个后语。咱若干那看即5、6节的时阵，咱就讲哇！这毋知咧讲啥，到底是咧讲啥物啦？牧师，你安尼切感着？所以咱若有圣经，咱搁一摆现圣经，为头咱要看一解，这是互大家一个了义，所以咱会好好看圣经。咱来看诗篇49篇，咱就会看见无共款的代志。其实诗篇49篇无足长，20节尔尔，但是读经安尼有较长淡薄啊，所以咱讲处中间迄个腹肚的所在尔尔。但是咱若好好来看诗篇49篇，咱就看见即个诗篇49篇是一个足趣味的诗篇。伫新春初一礼拜，我讲到3个新吼，新，伫遐用诗篇96篇，讲到一个新创造欢喜伫上帝话语内底，伫上帝日光内底，搁一摆得到光照，搁一摆得到新的生命。今仔日咱转去到一半的所在，96转去到49的所在，咱就看见即个诗篇咧讲的。是另外一个生命中上重要的代志。咱伫册讲到生命出世，日出的时阵，今仔日咱要讲到死生命的最后。所以咱伫新春的2讲，咱就看透生死，然后得到生命的智慧。诗篇49篇20节尔尔，第1节到第4节其实是一个箴言尔尔。伊讲吼。即个诗人讲，恁着爱听哦，斟酌听哦，详细听哦，努力听哦，因为我要讲智慧的代志。伊讲我毋是干那讲尔，我要用唱的，有无？第4节讲伊要用琴来唱生命的智慧，足少人遮功夫吼，生命的智慧用唱的，讲无够用唱的，所以这段敢若是一个箴言尔尔。
但是第5到第9，代志就变了较严肃。诗人开始讲到一项足重要事，伊讲吼，人的财富、人的财物、人的富，无论是啥物款的富有，伫性命的代志顶面，尤其是死亡这项代志顶面，是完全无路用的，完全无路用的。伊讲，咱的性命是足宝贵，宝贵到一个程度，你用你所有的财富去买，敢买会倒来？买袂倒来。要甲上帝讲，我买加一天好无？无可能的代志。加一年好无？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所有的财富得落，甲咱的生死来相拄的时阵，犹佫是小看的事。第5节到第9节，然后咱就看见今仔日所读的经文，安尼讲到，其实所有的人伫生命中间有一件上公平的代志，就是死亡。无论你出世是甘着什么款的汤匙，甚至甘甜，拢袂要紧；甘好食嘛袂要紧。咱死的时阵，所有的物啊，包括迄支好食啊，拢带袂转去。人伫死亡中间就永远公平。伊讲到人的生命最后有一个结局，共同唯一的结局就是死亡。但是一个诗篇若讲到这时阵就结束，安尼信仰就无意义、无价值、无快乐、佮无智慧，敢毋是？我嘛知影，人最后就是死啊。这边伊讲我嘛足了解，你嘛足了解，逐个拢了解，因为咱拢活伫这个生命内底。但是第15节，诗人话锋一转，伊就讲到一个信仰者，甚至伫死亡的绝境内底，犹佫看见对上帝遐来的愿望。所以为15节以后，16、17、18、19、20就开始，搁一摆甲咱提醒一项事，就是咱莫因为做歹人，伊的真正不有性命看起来哪来哪好势，就心怀不平。尤其是莫对遐真短暂、真容易过去，亲像放烟火共款吼，过年拢咧放烟火、放鞭炮啊，嘣嘣嘣嘣嘣，就无去即款荣华富贵来不平。因为伫死亡的内底，所有人拢归零，所有人拢伫遮归零。咱看见今仔日一个诗篇49篇，咱有当时会感觉小可惨的感觉点，心内糟糟，胃无啥爽快。因为诗篇49篇是遮尔啊坦白、遮尔啊清楚、遮尔啊，互咱无法度多闪来讲到人生的一个足残酷的公平、残酷无情的公平，就是所有的生命拢会死亡。这款无任何糟蹋，互咱有当时啊不太受得住的诚实。做一个信仰者，咱会当对内底得到什么款的启示，得到什么款的鼓励啊？做一个性命足短，上长嘛100年，即马听讲116吼，无超过720岁。所以人讲食100字是足有意义的代志。然后一天人类会当突破这个100字，就新的境界就产生。做一个生命足短、足短、足短的人类，咱无爱讲到死亡，咱或多或少惊死亡。有的人是毋惊死啦，但是伊惊死头前的代志，就是会痛、会破病。有的人搁较惨，倒伫眠床顶看天棚，爱看20年，真正是比死较惨的代志。咱会惊死进前的代志，就是咱会甲咱相疼的人要来伫遐3年，然后就安尼无去。死亡，互咱看见一个比生产查某人生囡仔会痛，搁较痛会痛。死亡是一个比查某人生囝，就是人类上疼的疼，搁较疼的疼。
那么一摆讲到死亡，就讲到世间所有痛苦、失丧、可怜、遗憾的总和啦。死就是所有失去的代表。因为咱看见虽然生产真痛吼，但是生产内底有欢喜，有婴仔的出世，有生命的诞生，痛了受代价。但是死的痛痛，死了就安那，就无去啊。所以伫这个困难的面对的内底，咱一摆就摆面对死亡，咱就看见咱一只有限，敢毋是？人足有限的，敢毋是？人有一个无力感，敢毋是？人伫遐无法度对死亡做啥物，所以。有智慧的人讲一句话吼，这6个字讲：既知死，方知生。一个人若真正知捌死亡，对死亡有了解，伊就会倒转来，用更较有智慧的眼光来看待伊的生命。既知死，方知生吼，毋是孔子讲的“未知生，焉知死”。其实对死亡，倒来看咱的生命。咱的人生就开始看见真理的智慧，咱就离真理无远啦。这是一个世间所有教授拢无法度甲你教的一个奥妙。你若看透死亡，你就看见生命。但是，咱在面对生命真短真无常，咱面对死亡无时无刻就伫遐威胁咱。有的人毋是安尼想，一开始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内底，另外一条道路。所以对古早希腊人就讲一句话：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让我们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就要死了。因为明天就要死了。所以这款人就开始讲：好，我的人生绝对敢若一摆，我会满足我所有的欲望。目睭的欲望、肉体的欲望，会当食就食，会当啉就啉，会当得就得，会当享受就享受，会当讨济就讨济。因为人生敢若一概念尔，因为明仔就要死啊！因为明仔无伫我的手中，我会当享受一时，就是一时。酒醉吧，因为明仔要死啊！啉吧，食吧，欢喜快乐吧，因为明仔就要死啊！有的人更较极端。因为无法度，所以就开始掠，因为惊失去，就直直遐抓取，掠，抢夺。因为知，若无掠，足侪代志就对手中来失去。所以遮个人讲另外一个更较重大的代志，因讲无啥物伦理道德啦，嘛无啥物对错啦。因讲啥？没有对错的战争，只有输赢的战争。人生就是一个真争，敢毋是？无对毋对啦，无伦理，无道德，只有输赢尔。摕到的人就赢去，失去的人就失败。咱无想讲哇，牧师你讲了有较惨淡薄啊。其实这就是足侪人人生生活方式，敢毋是？咱伫历史内底看，伊足侪人就是安尼啊，政客。军事家，甚至有学问的人，君王有钱的人，拢伫即个浮沉的内底。所以 John Lilly 讲一句话，伊讲的爱情甲战争内底，啥物拢是公平的。All is fair in love and war。即句话足侪人有听过，对？这是 John Lilly 伫伊的一本中世纪特别到宗教改革时代。小说内底写，然后这个观念就互咱历史历代来应用。特别这本册足侪人看过，叫做《浮华世界》。William Thackeray 所写的《浮华世界》，写着一个少年的查某囡仔真水，但是看见伊真善巧，伊的人生无啥物通得到。所以，伊就开始追求迄个荣华富贵。好的查甫人就是山高的查甫人，
除了不是那个三高是这个三高，嘿，不是心中心包有一款三高，是薪水爱悬，体重无重，但是身高爱悬，然后成就爱悬，那长相不错，算是附加价值，算是利息给你。所以伫迄个内底，咱就看历史历代三高的价值，浮华世界的价值。伫咱的人世间直遐，伫这款困难，人伫遐将人生当做一个对立的战争的世界，你我做一个基督徒要怎样较好？对一个有信仰的人，对一个有相信人生其实是有审判，敢毋是？因为上帝审判，今仔日的诗篇嘛是安尼讲，咱要哪面对这个看起来真残忍的人生？互咱会当无像今仔日诗篇所讲的，咱活甲亲像一个豺狼无数的恶魔，死甲亲像精死共款的人生。互咱会当袂伫活得像恶魔，死得像畜生一样的人生。今仔日诗人讲几个提醒，伫迄个短短的20节内底，第一，伊讲到 life first 的原则。生命第一个原则，怎样讲？咱来看伊安怎讲。伊讲，遐个瓦可不无来自高骄傲的人，无法度赎回伊的性命，因为伊无法度互伊的性命久长活咧，无得到休暖，因为伊无法度伫上帝面头前讲，我要买转来我的性命。咱的性命是上帝上宝贵的创造，咱的性命无法度用任何的财物来做买卖。第二，咱会当适当来享用世间所有的好处，所有的资源无毋对，为着咱的生存，为着咱的享受性命，为着人世间有真侪责任，囝儿的责任，父母的责任。为着上帝要爱咱完成性命的使命，但是咱不要本末倒置。我咧看世间尤其是咱台北市人的生活，有当时到一个程度咱拢分不清楚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咱讲工作是要互咱生活更较好，敢毋是？但是咱到最后，都市人的生活内底剩工作尔。所以我有一个亲戚，伊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伫工作内底电脑头前，转遐喙嘛毋知要做啥物货，犹久伫电脑头前。因太太若出去，囝儿若出去，伊就是电脑加泡面，甲伊伫工作的中间完全共款，本末倒置的人生。工作为着要互你的性命更较好，生活更较好，结果咱颠倒头顶。变做咱的生活内底，除了工作，咱其实啥物拢无。工作变成一种生命的鸦片，不要本末倒置。第二，咱毋好因为歹人，尤其是歹人得到好代志，心内不平。你莫想讲即款代志就容易避免的吼，即项代志是人生内底上困难避免。有当时咱到一个程度，咱心智嘛对咧安那踏入去，同流合污，堕落跟随。因为歹人怎样会遮好命？歹人怎样会遮好命？所以咱会足无欢喜，咱会足不平，然后有当时咱就对咧去。我甲迄个少年人讲过几啊届。我讲你莫想讲这样代志，大人入去社会内底，入去万恶的社会里面才会拄着。我讲你伫学校就会拄着。那全班底下团作弊的小抄，不是各自做各自的哦，是同心协力、团结合作的作弊哦。啊，小抄团到你的头前，你要摕起来无？你若无摕起来，你可能全班科最后一名，因为大家都考100分嘛。作弊很容易拿100的。谁不知道呢？但是你若摕落的时阵，你的信用就放起啊。
不要因为歹人的代志，有时歹人得到好代志，心怀不平，足困难的，足困难的。因为安那，咱相信所有歹人的好代志，拢亲像烟火共款，嘣嘣嘣就无去啊。因为咱相信，伫生命最后，咱拄着毋是死，咱拄着是死后有审判。使徒圣经感谢咧讲，圣经感谢咧教示，死毋是最后，是死后有审判。第二要注意的代志。是，我讲第三个代志，就是你要知生死是伫上帝手中。所以15节甲咱讲一个愿望，讲伊要对上帝遐得到灵魂的保存，甲国外的愿望。所以咱知这项足重要的事，因为咱人生拢会拄着歹代志，拄着挑战，拄着绝境，拄着苦难，但是咱会当安尼讲，若是主保护，就无人会当挡咱一支头毛；若是主保护，就无人会当挡咱一支头毛；若是主温准，温准遐困难。温准遐挑战，温准遐无公平的事，温准遐苦难无理由的苦难，伫咱的生命内底就有伊的心意甲目的，就有伊的心意甲目的。我咧甲顶一摆咧甲少年人讲着讲，耶稣为虾米互垃圾路遮衰，死个草，才要去甲救？伊是个朋友呢，伊是伊所疼的少年人呢。为虾米耶稣互伊死个草，才去甲救？迄无公平，敢毋是？真衰，敢毋是？但是伫遐内底，因为即个无公平，以及即个困难，上帝要甲伊三甲应显上帝特别的目的。因为耶稣要互伊搁活，耶稣要互人看见上帝的荣耀。若是准准，就有伊的目的，有伊的心意伫咱的心上，所以无人白白受苦，无一个义人，无一个信用者会白白受苦。第三，所以咱伫最后做一个信用者，咱要活到逐日的生活，咱有一个信望爱的人生准则吼。简单甲大家分享伫讲道的最后，第一，相信的生命原则就是咱相信上帝，咱相信生命伫伊手中。咱相信咱的生命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意义，有一个特别的价值伫内底。咱相信咱的生命是要完成上帝对我这个生命心意啦，伊的心意，伊的旨意，这就是信的原则。我相信我的生命伫上帝手中，我相信我的生命要完成上帝的旨意。第二，咱是一个愿望的生命原则。就是所有的美好，拢伫基督内底得到保存。虽然死会暂时分离咱彼此，但是伫天国内底，这好要搁一摆伫遐永远来保存。第二，就算是绝望，咱也会通仰望顶十字架的基督，顶十字架的耶稣。虽然看见基督徒有一个足特别的特质，就是无遐简单死，搁毋惊死啦。基督徒有一个足特别生命的特质，就是无遐简单死，也毋惊死。你会看见有无？有的人破病到一个程度，要好就是好起来；有的人甲生命最后一站，你看见伊平安喜乐伫个面上。咱中间足侪兄弟甲同工，敢毋是安尼？无简单死，佮毋惊死的基督徒，最后。咱会当活出迄个真心、真性、真力、真意，听咱的主上帝，佮听别人亲像家己的生活。咱无对人有永远的羞愤，咱会当分享咱所有，咱会当为着对敌来祈求，咱会为着压迫咱的来祈祷。咱甚至会当到一个程度，遐反对咱的人。就是上帝互咱伫生命内底磨刀的石啊啦，刀若要来，爱有磨石伫遐。反对咱的人，无道理甲咱反对的人，就是咱的磨石，就是咱的磨石。咱伫遐要磨甲来，
活甲随时准备好，互上帝同用。生命到一个程度，你若会当看透世事，你就会当安尼讲。咱讲赏赐的是耶和华上帝，将咱的性命收回也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的名是应当得到阿乐的。上帝要救赎我的灵魂，脱离阴间的官兵，因为伊要收我的灵魂到伊的手中，因为国活伫伊，性命伫伊，咱也在伫伊。阿门。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性命在伫你，国活在伫你，阮也在伫你。因为安尼会坚定，阮会当清楚来讲，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应该得到阿乐。主，互阮伫新年内底了解生命，欢喜伫生命的赏赐内底，阁会当了解死亡的真相。所以，阮袂惊吓，会当徛在伫你甲世间人的头前，做你换命国外的见证，阁活出迄个属伫上帝、属伫天顶丰富有溃烂生命的样式。安尼祈求，安尼感恩，上课最后所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请咱起立来吟3位诗，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咱做伙来领受祝福。愿赐活命的上帝，诚做你我活命的源头。愿伊教示咱知影算人的年日，得到智慧的心。愿新的年诚做新的开始，搁一摆领受更新变化的生命快乐甲智慧，互咱渐渐诚做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香味。搁愿我主耶稣基督各活的大快乐，圣神真理的引带，上帝教义恩典，甲恁大家三甲伫地，直到世界的煞尾。阿门。